细细地太匆促，我不想先让步。那次结束，突然看得很清楚，最后不是彼此的归宿。你的坏，你的好，你的痛，我知道，但是既然你接受，爱怎么着了？他伤害的不少，你是真伤亡的努力，假装我看。还喜欢今天我为各位带来的演出吗？如果喜欢的话，记得订阅点阅频道哦。也欢迎跟我索取手写谱，我都很乐意寄给你们哦。谢谢。